这是地府做面头前所求的，请王爷你带踮喺身躯边，伊会保庇你平安吉祥。哼，我是头一摆离开京城要去长安，莫怪阮母亲伊伫袂放心嘛。这件代志，大福寺唔知影，这是路边地府做面头前为你所求的。 小王若是去找到伊死中堂，我真紧会劝伊回家来见教。路边顾题。哎，凤仪，我即摆要出京，这段时间也无伫，你家己嘛着爱保重哦。 多谢王爷。王爷，你许姑娘吼，敢若比大福晋更较关心你哦。 迄是当然咯。凤仪虽然是陪阮母亲随家的女婢，也毋过伊输啊，阮母亲已经20多年啊。搁再讲，因好事情事皆袂共一款，而且我自细汉就是凤仪伫咧甲我照顾，伫咧伺候我。虽是名称是主仆，也毋过。 我甲阮凤仪情事是母子共款，当然你爱关心我。有理，有理。啊，对啦，王爷，你嘛应该爱去甲大福晋施行。
母亲。朝中这尔啊侪人民，这一摆皇上决定要去长安找找苏中堂，可见伊对你是比别人搁较信任。你来把握这个机会，好好啊显露你的才能。是，我听到为娘的愿望，真紧就当实现。母亲，你什么愿望呢？恁摕去。是。你去将苏中堂解找回来，伊是一名骁勇善战的上将，一定有法度通我小看米丹。安尼一个来，功劳是一半你的。母亲，你想看卖？皇上一向就真宠爱，要若安尼一个来，伊一定会立你做太子。为娘的愿望是希望你日后会当登基为帝，我通啊做一个皇太后。母亲，孩儿这是皇上的弟弟，是要安怎我做太子呢？若要讲做太子，为了皇爷，伊毋则是有资格做将来的提君啊！好，是啊，早，咱莫讲这，你应该好上路啊。马春成已经伫咧等你。啊，马春成，是啊，你是头一摆出京，年纪又搁轻，哎呀，免哪会放心咧？所以我已经奏明皇上，让马春成随同你去长安。多谢母亲，孩儿过是。哎，如意啊！如意啊！要出京的进前，千万唔通袂记，爱入宫去甲明伦郡主施行。母亲，啊，长辈遐尼真多，我都免去施行，啥偏偏我都要去甲名伦施行呢？哎，人真行酒拢已经准备好啊，千万唔通辜负人的心意。听安尼啊的话，紧入宫去。对，这杯酒一来，愿你会当顺利找到苏中堂；二嘛，愿你会当早一日记着迄位长安第一美人当年君。明伦，你是安怎来知影这个代志？阮王府中的人遐尼多，总是有人会甲我讲啊。既然我奉旨要去长安，我打算是讲顺路去看个明美人，啊，这嘛无什么，一定是顺咱爱讲话。如意。是
是无一定哦。春花随来随有你，一腔甜蜜情意深，自古多少英勇汉，又随过去美人关。明伦，你是扮酒伫咧甲我整形，还是伫咧甲我讽刺咧？瑞，你莫见怪啦。我是认为讲，你一定会去互迄个第一美人当然讲甲你袂去。你是毋是敢甲我打赌？打赌？好，我甲你打赌，我若真是去互迄个东连官甲我袂去，我就将皇上所我口撇双剑输互你。哦，哦，啊，我若是无去互伊袂去呢？我就将皇后赐予我迄块玉鸳鸯，赐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来，明伦，我多谢你办这道酒菜甲我整形，搁再先多谢你迄个玉鸳鸯。好，你这场的打赌一定输定咯！明伦，表兄，你为什么那要甲路易打赌这件代志？你毋是早就已经对表兄，我实在足袂明白你的用。表兄，你是一个老实人，当然你是袂明白这个代志。我是惊伊会去互迄个当年军甲伊卖去，所以才用这种欲擒故纵的办法。公主，为这来。客官，阮内面哦上房敢若剩一间尔尔，啊是要这位公主住是无？是，这间互阮公主住，啊，另外我还传2间。
好，是，啊无请位遮来。公主，你早休息，老夫过顿。少爷，公主啊，是讲吼，咱安尼沿路来吼，也无甲一个知影讲迄个苏中堂是住伫咧倒位咧。这看来吼，大概咱无法度找着伊哦。伊虽然是淡薄名利，伊士官体稳，必定是改名换姓，稳基伫迄个民间的。当然无遐尔啥简单就找着伊。啊，那安尼要安怎？免着急，咱使用面去打听，细心去寻摸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去互咱找着。公主啊，送茶来。好，明白。公主，请用茶，用茶。剑小丽啊，啊？我问你，嗯。你毋知捌听过即个苏中堂即个人？这毋捌听过咧。那安尼，你知影一个叫做卞玉洲，甲文洪坡这两个人？迄就当然知影咯，伊就是阮长安城的这个财主呢。公主，恁是想讲要来找伊是无？要甲伊相捌咯？啊，毋过恁已经来相捌去啊。是安怎讲？卞玉洲吼，伊都去开封府找朋友咧。文洪坡吼，已经去华阴关咧。对，小丽。啊，你毋知影讲，即个长安有一个真出名叫做少美公主。哦，你讲彩虹楼迄个当年君姑娘是无？是。伊就是长安城的第一美人呢。啊，真济王孙公主拢去彩虹楼去遐拜访伊呢。我逐日拢想讲你爱看当姑娘伊即个花容月貌呢。讲你若听了有介意，一块客爱甲阮收一两银哦。是呢，看了安怎？四个拢袂信。无咯，每一个一两银当作记名咧，你甲叫。哎呦，多谢哦，多谢，紧甲公主说多谢，多谢。多谢公主。公主啊，你都无要听客，你来这是要创啥的？为一睹当年公姑娘的风采。当年君哦，若当年君哦，迄是无共啊哦，
毋是亲像因遮讲一两银，若要甲当连军纪念要听乐曲，上少吼也着爱2两银咯。哎呦，哪会遮水的思念？哦，当连军做见面礼有够啊无够？有哦有哦，迄真够啊咯，这有够啊啦有够啊！来恁啊，紧甲我叫